自从2025年3月11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伫家庭和教会培育囡仔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2月29、52节。照摩西的律法，洁净礼下日过了，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，要甲伊献予主。照主的律法记载，头一体的查甫囝拢着性别归予主。搁照主的律法规定，着献一对房角，也是2只粉鸟仔囝做成礼。迄时，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做西面。这个人义搁敬虔，一直伫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有甲伊同在，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入去圣殿。拄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，要照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讲：“主啊，呾照你的话，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。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光。”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事，真着惊。西面甲因祝福，搁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“这个婴仔受选立，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，真侪人爬起来，搁诚做受攻击的记号，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。你本身的心嘛会互内剑插通过。”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，是亚瑟之族的法雷利的查某囝，伊已经真老，伊结婚了，甲丈夫生活7年，现在已经84岁，伊拢无离开圣殿，每日服侍上帝，敬拜祈祷。拄迄时，伊嘛来感谢上帝，对所有伫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，讲起这个婴仔的事。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，就转去加利利，到因的故乡拿撒勒。这个囡仔渐渐大汉，日日勇壮，充满智慧。上帝的恩惠甲伊同在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盘过节。耶稣12岁的时，因嘛照惯例上去。做期煞，因出发要转去。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爸母拢毋知。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，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，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得找。因找无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。3日后，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，也伫听，也伫问。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，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，感觉着惊奇怪。伊的爸母看到伊，非常着惊。伊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囝，你哪通安尼对待阮？你看，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，一直伫找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你哪着找我？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？”
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。后来，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，事事顺坦因。伊的老母将遮个代志拢藏伫心内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嘛若疼伊。伫家庭和教会培育囡仔，为什么我袂当有手机啊？别人拢有，我为什么袂当有？阮兜读6年级的囡仔安尼伫甲我争论。假使你是我，会安怎回应囡仔咧？伫即个科技快速发展，咱人有智慧型手机仔的时代，身为家长的，哪像真好避免囡仔去使用即类3C产品？虽然家长已经努力要甲囡仔使用手机仔的年龄延后，可是每当一群囡仔聚集做一伙，大部分拢是咧飞手机仔，搁遐个无手机仔的囡仔也会活过去做伙看。互人失志的是，虽然已经尽力阻止囡仔伤早接触3C产品，但是因一旦进入群体，一切的努力哪像也拢受摧毁。亲爱的父母，你是毋是也有安尼的担忧咧？按照摩西律法规定，以色列所有成人男性每年必须参加伫耶路撒冷圣殿举行的3个节庆：包过节、受割节和大掠节。耶稣的父母是敬虔的夫妻，因每年拢前往耶路撒冷守盘过节。耶稣自细汉就伫注重宗教教育的家庭中成长。根据犹太传统，查甫囡仔满13岁就算成年，就着守节期。约瑟和玛利亚为着要互耶稣更较了解这个传统，所以伫耶稣12岁的时，就带伊去耶路撒冷。尽管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到耶路撒冷的路途遥远，必须行几若日的路，但是对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去守节的决定，通看出因对囡仔宗教教育的注重。耶稣伫圣殿甲犹太教师对答如流，互人学了甲会答志。尽管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毋过12岁以前的宗教教育爱归功伫约瑟和玛利亚伫生活中信仰的模样，互耶稣知影爱敬拜上帝，搁学习圣经真理。父母的信仰模样，是囡仔成长过程袂通欠缺的一环。伫部落常常有人讲，养育囡仔需要整个部落的投入。我也要讲，培育囡仔需要整个教会的关心甲陪伴。耶稣伫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，也伫有规律甲温暖的信仰群体中成长。这为耶稣伫要进入世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，服侍上帝甲关怀世间人做上好的装备。相反，今仔日的儿童甲青少年也需要教会的陪伴与培育，互因通做伙敬拜上帝，参与圣礼甲宣扬福音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伫教会甲团契成长，伫最学听过的教导，检早的早就已经无啥印象。毋过遐个陪伴我成长的最学老师和青年辅导，亲像迄种乐意陪伴、接纳的形象，已经深深
烙印踮伫我的脑海，永远袂去互袂记得。当我诚做传道人，拄着伫一寡教会活动中甲因相拄，看到因的面欣慰的表情，我搁较信爱踮家庭甲教会培育囡仔信仰的重要性。默想，教会安怎陪伴儿童甲青少年成长，互因的信仰根基搁较稳固？教会安怎陪伴儿童甲青少年成长，互因的信仰根基搁较稳固？咱做伙来祈祷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你捌用婴仔的样式来到世间，搁用囡仔的样式伫家庭甲圣殿成长。求你帮助教会内的每一个囡仔，会当伫疼的中间渐渐长大，满有智慧，搁有上帝的恩典和人的喜爱伫因的心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